宋小小，我住你的房，睡你的床，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一定要变成宇宙超级无敌美少女，让网恋的光辉照进现实吧。我要瘦成一道闪电。 别啊！自己脱成这样让别人看，你喊什么呀？我还没报警说你私闯民宅呢，请你从这秤上给我走下去。 走下去！这可是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回来，兼具测量体脂和体重的功能。还好，秤还没有坏。冷静下来吧。我想问问你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胖成了一堵墙。 我想告诉所有为情所困的女孩们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比男朋友失踪更可怕千百万倍的事情，那就是有一条牛仔裤穿不进去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，今天下午我已经把你拒之门外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还有，为什么在别人家里穿的如此之清凉？这不是别人家，我就住这儿。收拾东西，赶紧走出去。白纸黑字，1年。如果你毁约，我就去投诉你，你的店。你想讹我是吧？现在我算是明白一些了。你洁癖、龟毛，用北京话说就是事儿逼。你的保姆无情地报复了你，而我坐享其成。知道网店的名字叫什么吗？啊，无所不能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说我专门帮别人解决疑难问题，3教9流我都他妈认识啊！你要是现在不给我搬出去，我告诉你，我治你的招多了去了。这位店主，你不是无所不能吗？我拍你的单，你帮我想想一个纯情少女怎么对付一个凶神恶煞的房东吧。看着，我已经给你拍照存档了，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你要干嘛？谁允许
在我们家墙上乱抹乱画的。你用的是环保涂料吗？你知不知道这种味道会对我的健康有多大的影响？还画……我含一对天发誓，我要是不把你好从你赶出去，我就誓不为人。各位，刚才就在5分钟前，我接到了大老板的电话。他说一会儿就要到这里来巡查工作。我要求你们现在打起200分的精神。你们几个去准备欢迎词，一定要热情洋溢一些。剩下的人马上跟我去新产品的展示区，一定要做到那里一尘不染。各位，战斗一经打响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很好，开始吧。房东大人，今天起，小女即将在这里等着夫君归来，未经允许，请勿擅自闯入。P.S. 墙上的画算是我的入住礼物。30年后，假如我成为毕加索，你会非常庆幸曾经与我同居1年。分手代理其实很好理解，你想分手啊，我们提供解决方案，按绩效付款。比如说，在你身边安排个小三儿啊，让对方知难而退。当然，这个小三儿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，我们是可以考虑聘请专业演员，或者你罗列出对方的不足，我们聘请专业的编剧对其进行加工整理，然后制造你们吵架的矛盾点，让你有充足的理由分手。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诉求。我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的男朋友很好，他也很爱我，但是我现在必须跟他分手，可是我又不想伤害他。在你刚才的这句话当中，我听出好几处矛盾的地方，所以我才想和你当面聊。与其说跟他分手，不如说是一种委婉的方式，把他解放了。